好，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呢一個係先睇討論問題先嚇，咁係第5章第15節至到33節，咁呢度就問題唔係好多條嘅啫喎，應該好，我哋睇一睇，因為呢個第5章嘅下半節啦，咁所以咧就上半節嗰啲問題已經上一次討論咗啦。今次咧我哋睇第12條喎，即係上一次已經睇咗11條啦。就在妻子與丈夫呢一段經文裏邊咧，妻子相比乜嘢，丈夫又相比乜嘢咧？妻子要順服丈夫，如同順服主；丈夫妻子的頭，如同教會是基督的頭。係，你又答咗第13條喎。不過都答埋㗎啦，即係呢個我俾你啦。妻子就係同教會相比，丈夫咧就同基督相比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個嘅比較啦嚇。咁Lydia咧就答咗呢個嘅責任啦嚇，就妻子順服丈夫，就丈夫愛妻子。咁呢個就係呢一個嘅比喻嚇。亦都係一個奧秘嚇，呢個保羅咁寫係一個奧秘嚟嘅。咁都好多節經文嘅喎呢度嚇，所以咧就我哋有第三條啦，即係14條啦。要用水藉着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。裏邊呢一句説話咧，就呢個水係指乜嘢咧？道又係指乜嘢咧？水係指洗禮，係道係指真理。係水仲有冇第二個意思咧？因為有啲人聖靈係有啲人咧覺得唔係洗禮嘅，咁但係咧亦都洗禮我都覺得都 OK 嘅喎。所以水係指水禮，就同埋或者係指聖靈都得，就道咧神嘅話嚇。15條就係教會洗淨後用嚟做乜嘢咧？呢度都比較易啲啦。獻俾基督，獻俾基督係啦，獻俾基督。咁第16條5章32節，極大的奧秘係指咩咧？係咪指基督同埋教會喺屬靈上係聯合成為一體？係與主成為一靈。係啦嗱，指教會同埋基督嘅關係啦嚇，嗰個聯合啦，教會信服基督，基督愛教會嗰一個咁嘅關係咧，就基督同教會聯合咧，妻子丈夫都係聯合啊。咁呢一個就係到呢度16條問題啊，大家有冇咩問題？我哋都答晒啦，比較簡單啊。好啦，冇我哋繼續咧。